咦，污糟邋遢，蛇頭鼠眼，裝共，唔方係好人啦。人哋都路過啫。咁啊點啊？ Hello， 你好啊。Hello， 你好啊。小姐係咪想入嚟參拜啊？我喺附近地盤翻工噶，我咁污糟，我諗唔係幾方便，我喺店外面合十參拜得噶啦。唔緊要㗎，我哋個店門係為大家而開㗎嘛。請跟我入嚟啊！好啊，多謝你啊。人無分貴賤啊！既然我哋潛心向佛，我哋嘅佛心去咗邊呢？點解我哋入得嚟拜人哋又唔可以呢？更何況人哋係拜佛，唔係拜你啊 OK。心誠則靈，佛前眾生平等。好開心聽到有人咁樣同我講啊，多謝你啊！你嘅優越感以為係高人一等，但喺別人眼裏邊只係狗眼看人低，讓人討厭。點擊下方標題，內文呢面人間明鏡將照出人性嘅醜態，無所遁形。